你睇下，醫生係幫緊你㗎。你有冇試過帶小朋友去睇醫生？明明只係普通嘅檢查，最後變成一場親子大作戰呢？小朋友入到診所，聞到嗰陣消毒藥水味，再見到護士姐姐，見到醫生叔叔，個表情即刻變咗，開始拉你走，開始喊，我唔要啊！甚至乎攬住道門，點都唔肯入去。你可能會不停安慰，唔痛㗎，好快就完㗎啦。醫生只係睇一睇嘅咋。但係小朋友好似完全入唔到耳咁，最後幾個大人一齊幫手夾手夾腳，先至完成一次簡單嘅檢查。探熱、聽心跳，甚至打針，完咗之後，大人好攰，小朋友喊，大家都好似打完一場仗咁。如果你都有呢個經歷情況，我想先同你講，你唔係孤單一個人，好多家庭都面對呢一個嘅情景。帶住 SEN 嘅孩子面對陌生嘅環境，尤其係身體接觸，真係令到好多家庭面對一個好大嘅挑戰。但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方向，孩子唔係唔勇敢，佢只係唔知道下一秒會發生啲乜嘢事。呢一個未知，點解會令到孩子咁驚呢？今日我哋一齊了解一下，點解呢一個未知會令到人恐懼呢？對大人嚟講，醫生就代表治療、幫助、解決問題，但係對孩子嚟講，醫生可能就係代表陌生嘅地方、陌生人、冷冰冰嘅儀器掂落自己嘅身體。有人會突然之間揭起自己件衫，然之後將冷冰冰嘅聽筒放喺自己嘅身體上邊，仲要係背脊同埋肚腩添，甚至會有人叫自己擘大個口，塞啲棒落條脷度，而且自己完全唔知道下一步會發生啲咩事。對好多 SEN 孩子，尤其係感官敏感或者焦慮比較高嘅孩子，呢一種失去嘅控制感會更加強烈。大腦面對未知嘅時候，會自然啟動保護機制。當恐懼超過負荷，負責思考同埋合作嘅理性大腦就會暫時離線。所以你會見到小朋友喊、逃走、推開醫生，甚至乎係攻擊，唔係因為佢哋想搞破壞，而係佢哋嘅大腦喺度講：我唔知發生緊咩事啊，做乜嘢啊，我好驚啊，你哋會點對我㗎？所以喺恐懼嘅面前，只能夠單純講，你要勇敢啲啊，未必有效㗎。因為孩子需要嘅唔係更加多嘅壓力，而係更加多嘅安全感。咁我哋可以點樣去幫孩子呢？今日介紹一個非常之實用嘅工具，核心只係有一句：將未知變成已知。將未知變成已知。當孩子知道下一步會發生啲咩事情嘅時候，大腦自然就會重新揾返嗰種控制感。第一步，我哋要提前預告，唔好最後一刻先至通知佢。通常好多家長都會講：喂，我哋呢今日放學就去睇醫生啦，知唔知道啊？但係對於小朋友嚟講，呢個消息似乎有啲突然喎。如果可以嘅話，最好前一晚或者係早啲準備，同孩子一齊整一張簡單嘅故事圖。例如第一頁，我哋會去診所；第二頁，我哋會坐低；第三頁，
醫生呢就會用聽筒去聽我嘅心跳。第4頁完成咗之後，我就會同醫生講拜拜。每一步都係幫孩子畫一張心理嘅地圖，甚至乎可以預先去準備呢4幅圖，等我哋呢下次真係有需要去睇醫生嘅時候，就可以拎出呢4幅圖同小朋友作一個心理嘅準備。第2步，角色扮演，俾孩子重新掌握控制權。喺屋企可以玩呢個醫生嘅遊戲，但係有一個小技巧，第一次唔好急住做醫生，要俾小朋友做醫生，而家長就做病人，由孩子去幫家長聽心跳、檢查耳仔，講擘大口啦。當孩子由被檢查嘅人變成掌握流程嘅人，恐懼感就會自然降低，因為控制感增加，自己呢就做返醫生去做幫人哋檢查，焦慮感就會下降。最後，我想送俾大家一句說話：恐懼往往係嚟自睇唔見嘅未知。當我哋用故事幫小朋友畫出一張清晰嘅地圖，小朋友就會慢慢揾到面對未知嘅勇氣。所以下一次睇醫生、睇牙醫之前，試下提前3日同小朋友玩一次醫生遊戲，唔需要一次就做到完美。每一次小小嘅嘗試都係幫孩子去建立安全感、控制感同埋面對世界嘅信心。如果今集嘅內容令你諗起一位每次帶小朋友睇醫生都好頭痛嘅爸爸媽媽，歡迎你將呢一集嘅內容分享俾佢。你一次簡單嘅分享可能會幫助另一個家庭少一次嘅掙扎，多一點嘅理解。多謝你收聽一起正教，記住理解孩子而唔係控制孩子。我哋下次見啦。温和而坚定，爱不是放任，先连接再找陪你成长的旅程。目光里有信任，话语中有分寸，在理解的港湾，我们并肩启程。当风雨来临，当脚步不稳，我会伸出双手给你安慰。爱是温和而坚定，每一步都陪你前行，用耐心编织的风景，见证生命的苏醒。爱是温和而坚定，在岁月中留下回忆，陪你写成长的诗句，直到未来的天晴。接纳你的模样，尊重你的独特，在错误中学习，寻找自己的光泽，设定清晰界限，铺设安全边界，在自由的天空练习勇敢飞扬。当困惑缠绕，当世界喧闹，我会点亮灯塔，为你照耀。爱是温和而坚定，每一步都陪你前行，用耐心编织的风景，见证生命的苏醒。爱是温和而坚定，在岁月中留下回忆，陪你写成长的诗句，直到未来的天晴。
是温和坚定，